點解你唔主動？成個微信就靜到好似墳場，朋友圈冇人點讚，群組冇人踢你，夜晚攏住部手機嗰陣，你開始懷疑係咪所有人都唔 care 你？錯晒，問題唔係人哋唔在乎你，而係你誤解咗人際交往嘅底層邏輯。大部分人都慣咗喺被動等待嘅 comfort zone 入面，佢哋習慣咗被人關心、被人問候、被人邀請，但從來冇諗過自己都要主動出擊。你唔主動，佢哋又等你主動，最後大家喺各自嘅沉默入邊錯過晒啲連接機會。仲有更可怕嘅係，呢種被動會令你嘅社交價值不斷貶值，喺人哋眼中你變咗個唔會主動聯繫嘅人，久而久之就被自動歸類去唔太重要嘅 friend list 入邊。你有冇試過固執咁認為真正嘅 friend 唔使刻意維護，好嘅關係應該自然嚟？結果2年之後，你個 contact list 入邊除咗屋企人同同事，幾乎冇一個可以隨時傾偈嘅朋友。你每晚刷住朋友圈，睇住人哋聚餐、旅行、share 生活，心入面又羨慕又委屈，然後同自己講佢哋都唔揾我，關係都係咁噶啦。但深夜自己一個嗰陣，你唔可以唔承認，其實你都從來冇主動聯繫過佢哋。有個心理學實驗好得意，當你停止主動聯繫時，你嘅唔主動喺人哋眼中會變成唔想被打擾嘅信號。佢哋唔係唔想揾你，而係以為你唔想同佢哋聯絡。呢個誤解會令你陷入一個死循環，你越被動，佢哋越唔敢揾你，你就越覺得冇人在乎你。主動聯繫係一種稀缺行為。當所有人都喺度被動等待嘅時候，嗰個主動嘅人就成為稀缺資源，自然會獲得更多關注同回應。點解？因為主動會令接收方產生被重視嘅感覺，而呢種感覺會激發對方嘅回報心理，從而建立更深層嘅連接。你每一次主動聯繫都係為你嘅社交賬戶充值，而嗰啲總係被動等待嘅人，佢哋嘅社交賬戶餘額只會越嚟越少。試下咁樣做，每個禮拜至少聯繫3個朋友，唔係群發信息，而係針對性嘅關心。睇到邊個發咗工作壓力大嘅朋友圈，你私聊問候下；知道邊個最近準備緊考試，你發個打氣表情包；諗起邊個提過想睇嘅電影上映咗，你發條 link 過去。3個月之後，你會發現你嘅社交生態徹底改變，唔單止重新激活好多沉睡嘅友誼，仲會因為主動識到唔少新朋友。更重要嘅係，當你成為嗰個主動嘅人，你嘅社交影響力會成倍增長。關係唔係天上跌落嚟嘅禮物，而係需要經營同維護嘅投資。你有幾主動，世界就對你有幾熱情。唔好再抱怨冇人聯繫你，想要好嘅人際關係，想被人記住，想喺人哋生活入邊佔一席位，你必須先成為嗰個主動出擊嘅人。從今日開始，拎起部手機，俾一個好耐冇聯繫嘅朋友發條信息，問下佢最近點樣。你會發現主動嘅力量遠比你想象中強大。記住呢句，你有幾主動，世界就對你有幾熱情。關注 Jackie，學識用主動換熱情。